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，英文簡稱為 ADHD， 係一種神經發展障礙，普遍喺兒童嘅時候已經顯現。常見嘅特徵包括持續專注力不足、過分活躍同埋行為衝動。呢兩個特徵亦都可以同時出現。專注力不足、過度活躍症嘅症狀會妨礙患者嘅日常生活，例如家庭、學業、社交、同埋工作。專注力不足嘅常見症狀包括成日忽略細節，或因為粗心大意而出錯，喺日常活動上好善忘，經常唔見嘢，例如書本、銀包或手提電話，安排事情、活動、時間或處理物品冇乜條理，容易分心，難以喺工作或遊戲活動時保持專注，成日因為咁而冇辦法完成事情，逃避或唔鍾意需要持續用腦嘅工作，例如做功課或準備報告。其他人同佢傾偈嘅時候，成日都好似心不在焉咁，亦都可能難以遵從指示。過度活躍同行為衝動嘅常見症狀包括經常感到不安，難以安靜咁玩，經常好多嘢講，問題未問完就搶住回答，成日打斷其他人講嘢或打擾他人，例如插嘴或不問自取，亦都可能會經常坐立不安，唔停咁玩手玩腳，或者喺個位度喐嚟喐去，難以保持安坐，冇乜耐性等候或排隊輪候，過度奔跑同攀爬。小朋友偶然分心、坐立不安或衝動都好常見，佢哋唔一定患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。如果你擔心你嘅小朋友患上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，請諮詢你嘅醫生。點樣治療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？藥物治療有助控制症狀，例如改善專注、行為衝動同過度活躍嘅情況，亦都有助調節情緒。心理社交介入通常包括家庭支援，例如教導家長行為訓練同管教技巧，加強親子關係嘅方法，同提供情緒支援輔導。兒童患者支援，例如協助患者發展應付症狀同處理情緒嘅技巧，教導佢哋建立社交同自我肯定嘅方法。校本支援，例如改善學習環境、學習處理學業嘅技巧，以及建立家校溝通同合作。如果你需要照顧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嘅孩子，你可以協助佢保持規律同有條理嘅生活方式，訂立簡單同清晰嘅規則同指示，心平氣和咁作出提醒，讚賞佢嘅恰當行為，
認同佢嘅努力同成就，保持恆常同正面嘅親子溝通，與醫護人員同學校工作人員緊密合作。親友嘅支持同鼓勵係好幫到孩子建立自信同快樂咁成長㗎。